在这一首歌里面哈，我们学习到了这个仙佛他要我们学的一种功夫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跌断翅膀的时候，我们要学忍痛，因为修行就是要修一种功夫叫做忍，不会什么事情都顺我们的意的，也会不如意的比如意的多太多了。但是我们要学会忍痛，这个是功夫哈。然后还要学一种功夫，就是说，经过了我们就把它品了哈，所以要感觉自己没有受过伤，也没有失过望，这个是很高的境界。因为通